体开发了，啊，有一个汇整起来吼，所以来甲一寡拢体优点拢甲捡起来，啊，伊缺点拢甲改善了，所以是上好的一个台语新闻啊，由这个台语新闻来开发出来一个输入法吼，啊，因为咱这个输入法呢，真大的贡献是这个新闻基金会，以及咱林总院长咯。我是外省的第3代，所以有外台语不像很好意思在这种场合，应该是要尽量讲台语的，拍摄，因为台语实在是900的。好，那我们那个新化爱资讯文化艺术基金会，我们大概成立了10多年了。那我们在基督教机构里面呢，我们一直是扮演着那个第2部、第3部、第4部的角色。我这台语梁屋，第3号梁，过来，LIANG 梁嘛你要罗马字就是梁嘛。词库这内底词库一个字8种字嘛咱会使甲指定词库伫这个设定的位所以下骹有一节课，你若注意下，这编辑阮这有人指定词库，就是内底拍无的，你家己会当定落。你指定词库就是所有台语的语言，包括原住民语，你拢家己会当指定词库去。就即卖叫做冷凉较好嘛你这就是出第一字嘛，咱才甲创咧，冷凉较好嘛，甲存起来。你这样搁拍的时阵，就毋免一字一字拍。你就冷凉较好，但是咱台语就一直甲配语原住民语一直是着搭后遮国语，所以顶讲用的人嘛较少，遮的工具拢无啦。我个人感觉讲，若要推行这个台语也是配语原住民语这个事情，我一定爱。所以我为开始6、7年前谈台语这个台语文这界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事物特别注意去研究安尼。你做当中有遇到啥物困难？OK， 第一就是讲，你要写一个软体足贵的嘛而且几百万我就无钱嘛，所以我只好就去用人骗的，就讲阮就有人我整理即摆可能小编辑老师，也是恁若要做期间来斗整理的整理出来了后，下基语理论的思考，才有迄个功能。照汉字罗马字的功能。应该给他们弄这样子。这个应该啊，这个应该啊。路边台湾好，回变汉语然后在下面再打一下台湾的人記錄啦，我是好自回小，我是話立人，我來台灣，在幾間學，咁在啲，我先來去台灣本學期，讀研究所。咱现在来喜欢踏吉哈，越南子还是那个东方越南。OK， 越南 OK， 我算出来。当我的时候，我意识到说，好吧，